我又再次入到去細佬所在嘅髮型屋。今日我係嚟俾佢剪頭髮嘅，係你冇聽錯，係俾我細佬幫我剪頭髮。把鉸剪喺佢手裏面，佢嘅動作開始純熟。除咗幫我，仲有幫我老豆剪。喺鏡裏面倒影住呢個少年，已經開始蛻變。3年前游手好閒嘅佢，如今已經可以開始獨當一面啦。我嘅頭髮開始俾佢大把大把咁剪斷，佢冇猶豫嘅空間，刀鋒非常之果斷啊！初心如鉸剪，相信只要肯努力，刀係會越磨越閃亮。前路可能會有啲迷霧，但係只要站穩腳步，唔慌張，熱愛嘅嘢都可以成為你嘅事業。願你能夠喺髮型嘅事業上有自己嘅一席之地。等到你可以成為師傅嘅時候，我一定會係你嘅 VV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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IP，錢記得幫我打個半價就得㗎喇。